后来这到底是啥人做的呢？泰鲁阁国家公园真出名的对落古道的沙壁，有一座60公分悬石头刻的观音的神像。 讲民风考甲灰。泰鲁阁公园管理处将会针对最近3天入园的游客列册来追查，要甲破坏的人甲开出来。你甲看，市民的面腔口一顺一顺，最明显的是去有人恶意的破坏。看到这款的情形，导游讲总唔甘的。希望大家应该要好好的这个珍惜爱护它。对，其实这尊按照里坠落古道山壁顶悬的白衣观音像。 悬60公分，宽40公分，是1914年到1915年修建古道期间留落来，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。如今安尼去用破坏，管理处决定讲一点罚。它是违反我们国家公园法第13条，我们是可以裁罚3000元。但是100年的新像去用破坏，干那罚3000块。有民众认为讲爱罚较重嘞，我觉得罚高一点吧。应该给予重罚，让他重新。 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，是不是要罚较重嘞？恐惊个讨论一下。但是现主时嘛是需要大家加一点仔公德心，或者美丽文物会当好好保存落来。